我不想和你分開，你陪我上學好嗎？小傑非常之怕醜，平時喺學校裏面好少同同學講嘢。石田覺得自己是個非常失敗的小組長，妹妹老師安慰石田，每個同學都是獨一無二的，大家都有自己擅長的事情。我講咗好多次啊，大家都嫌我醜啊！學校發生奇怪的事情，小朋友們喜歡的玩具接二連三失蹤了。老師們發現小朋友唔中意飲水，於是決定進行有趣嘅小活動。石田和婷婷在睡午覺時總愛說話，吵得躺在旁邊的查理睡不着覺。你分享冇好啊！悟空笑嘻嘻咁講：你冇好啱我啊，等陣先還俾你。